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你因点做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拢滴落只有。旧约圣经诗篇65篇11节。亲爱朋友，咱人生活的这个世界，一年又过过了一年，一日又过过了一日。每一个时阵，每一个时刻，天父真神拢赐予咱肉体上各种的需要，就亲像讲阳光、活气、甲清凉的水，来养育众生。无论讲咱一日困，还是醒着，神的人民拢敢若亲像一直在等待着咱世间人来归向着天父的怀抱。阳光可能为着咱留着一寡阴影，但是天父真神永远无止息的爱，拢敢若亲像爱的光辉同款，一直咧普照着咱所有世间人。神的仁爱、慈悲、信实甲体贴，也拢敢若亲像江河同款，流着源源不绝的丰盛。大气层甲以往同款射着地球，保护着地球人类生命，亲像天父真神的慈爱，包围保护着一切受造的物件。咱的生存啦、生活啦、动作，拢在乎这位神。当神呢分分秒秒来向着神来彰显着伊恩典的时阵呢，就流露出神的能力、宽bình、荣耀甲丰盛。喜乐丰盛的日子呢，是互人格外会感受到蒙恩的季节。迄个金黄色的季节呢，正是神赏赐、生息、丰收、蒙恩的时刻啦。以前的一切不过是愿望甲期待之意。修成喜乐实在是难以来形容的啦。所谓流目屎也种的，到了时阵呢，就要快快乐乐带着无困倒转去。同款，一个认捌信靠天父真神的人，伊要为着神所保守、祝福、带领、赏赐的这个属地、属灵、属天一切丰盛恩典呢，来化作对心灵诚实、感恩的祭，来荣耀俄罗神性命的美善，用着一个感激、感恩、火热和善的心，来纪念神各样美善的赏赐，甲伊奇妙美德。这就是真正是神以丰盛的恩典做咱年岁冠冕咯。为着咱这个信靠伊的人，缔上了伊所赐丰盛恩典的冠冕，这是何等快乐价值的代志啦！亲爱朋友啊，你有羡慕这顶恩典的冠冕无？请你来信靠真神，你就要得到平安，福气也得甲要临到你。你恩典做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拢滴落只有。旧约圣经诗篇65篇11节。以上文言良语呢，由真耶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